大家收睇勁歌金曲，我係你哋今晚嘅節目主持潘靜文，係咪好驚喜咧？驚喜啊！我都驚喜啊！似乎我要搭車翻屋企添啊！唔係，我跟你學嘢，跟你學。係太客氣啦！大家互相學習。我知道你除咗身份係一個歌手之外咧，都係一個主持噶嘛。你主持嘅 Hands Up，冇錯，Hands Up 咧就係公司嘅其中一個節目，就係兒童節目嚟㗎啦。咁我就係其中入邊嘅一位主持嚟嘅。難唔難做啊？同小朋友相處？都少少難嘅，考驗 EQ 之餘咧，仲要考驗我哋背稿嘅能力啦，即係控制佢，又要記得入邊要講啲乜嘢。哦，係啦，好花心思嘅呢件事。係啊。你最近係咪有一個好大挑戰嘅主持 show 做咗？冇錯，就係星夢2嘅踢館賽啦。咁我好開心可以成為其中一位主持啦。咁即因為拍住森美大哥啊嘛，咁佢係一位全能嘅司儀啦。咁所以我就真係學到好多嘢。緊唔緊張咧？俾自己幾多分啊？超級緊張！我記得第一個 shot 嘅時候，我隻手係濕晒嘅。係啊，即係跟住我諗我俾大約自己70分到啦。繼續加油！馬上請你用主持嘅腔口介紹你今日帶嚟呢首歌。嚟緊呢一首歌咧就係夢華錄嘅片尾曲啦。咁呢一首歌叫《明天開始》，主唱咧就係潘靜文嘅。內容係關於？內容咧就係關於一個人，佢就中意咗一個人，咁就希望可以同佢開始咯。係啦，決定咗要同佢開始啦。決定咗啦嘛，咁馬上交俾你自己一個人，企喺度一個人唱呢一首《明天開始》，交俾潘靜文。Thank you。被忘掉定情在那面，只知道從未平靜地開始。喜歡你不會怕未如數月，只因愛已挑選。若承諾就留着兌現，夢想也定必會實現。挑選了不計較路途再亂，被彈任性但光陰只得一次。明天開始，給你的不會輸，不記那些壞昨天，給你好日子。如若要愛你有風險，但我有你會不驚跌輸。明天開始，不繼續兜圈，寒風吹，但仍然溫暖。要攜手過日子，決定好以後不逆轉。若承諾就留着兌現，夢想也定必會實現。挑選了不計較路途再亂，被彈任性但光陰只得一次。明天開始，給你的不會輸，不記那些壞昨天，給你好日子。如若要愛你有風險，但我有你會不驚跌輸。明天開始，可抹掉首選，寒風吹，但仍然溫暖。要攜手過日子，決定好以後不逆轉。今個星期勁歌金榜第10位新上榜小撇步應智越，第9位新上榜 Wanna Be Close To You 鍾柔美，第8位雙重標準 Michael C， 第7位隨意門 Hannah 谷子喬，第6位 Gone MC 張天賦。
第5位我的視覺衛蘭。第4位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泳兒。季軍歌人與人之間許志安。亞軍歌 Take a Breath 馮允謙。冠軍歌明天仍要繼續譚詠麟嚴明熙。繼續勁歌金曲，歡迎晒身邊有泳兒。 Hello， 你好啊，喂，歡迎你喎，喂再次恭喜你金榜題名喎，呢首多謝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再次上我哋勁歌金榜啦。開心啊，開心係嘛啊！呢首歌我哋稍後先再講啦，我哋好啊講下演唱會先啦。好啊你啱啱開完一個暗黑風格嘅演唱會，係啊，因為係轉型之後第一個演唱會啦，咁所以都好隆重其事，亦都壓力好大嘅。呢個演唱會裏邊個暗黑風格係有邊方面係包羅嘅咧？各方面啦，係衫啦、燈光啦、舞台啦、歌單啦，因為同埋今次演唱會大多數都係唱緊我呢幾年嘅暗黑歌曲嘅。係咪冇乜點講嘢㗎？你演唱會度？係啊，去咗成大半之後先講嘢咯。咁反而個氣氛係咪仲凝聚得好咧？我覺得我自己中意咯，因為我又覺得唔使話唱一隻歌，跟住為咗諗嘢講又要講，即係我因為成個演唱會係個 story 咁樣 flow 落去嘅。啱啱頭先講過，你上榜呢首歌，你演唱會都有唱㗎係嘛？第一次唱就係演唱會，係就喺演唱會度俾大家聽到啦。冇錯。咁呢首係12步半定13步4咧？呢個係所有地方都係周圍 everywhere 咁樣嘅，Little Fires Everywhere。佢意思其實即係講緊我哋生命裏邊其實都要燃燒着一點點嘅火啦，同埋火其實都代表住一種火化然後再重生嘅感覺。我聽到你火化完之後，我以為你講係重生嘅感覺。重生嘅感覺。所以呢首歌就係講咗個重生感覺。係啊係啊。Little Fires Everywhere，馬上交俾你。好。想不必掙扎地過，永遠有掙扎。靠某次燦爛而活，永遠會腐爛。有猛風吹過，有猛火燒過，然後我靜了，為你靜了，然後看着你，原來已經幾次的吵架，默認着大家都平庸，會慨嘆自己都有我，再發覺到底想着是疲倦嗎？仍然靠着我坐下，暴烈地為了你吶喊，連靈魂燒光都不怕，再發覺壓力很浪漫，明白嗎？原來要經幾次的火花，再多一次的建立。怎麼將希冀換過，永遠有掙扎。然而因真誠而活，永遠會不壞。有猛風吹過，有猛火燒過，然後你靜了，為我靜了，然後吻着我，未來再多幾次的吵架，默認着大家都平庸，會慨嘆自己都有我，再發覺到底想着是疲倦嗎？仍然靠着我坐下，暴烈地為了你吶喊，連靈魂燒光都不怕，再發覺壓力很浪漫，明白嗎？原來要經幾次的火花，明白這是愛，就快燒光了。